往年办理龙船锦标赛进前，市府拢会将龙船驶到安平开大天后宫的庙埕，举行静游都会可以。比赛12只龙船已经伫今日全部净化都会完成。每一架龙船都要经过一个洁净，那给它洁净完之后呢，我们早上就有我们龙船点睛，孙家的歌赛礼修。那呢，早上7点的时候，咱就爱供请咱的妈祖，甲咱众神明来下港，来为咱主持的咱这个龙船点睛的这个仪式。那么道长呢，在早上的时候已经帮我们每一个22尊架龙船。已经有这个进行的这个传统吼，我们其他的部位都已经点除了，然后呢就留下咱这个龙船吼的左岸甲右岸，互咱的市长甲中官贵宾来做参与的仪式。市长王伟泰甲11位点睛官，正手摕着朱砂笔，倒手摕着开光镜，为龙船来点睛，祈求比赛平安顺利，选手摕着好成绩。龙舟季节开始了，所以今天龙舟要下水，所以就需要点睛，祈求妈祖娘娘跟列位神尊的庇佑、庇护以及保佑。那我们知道台南是台湾的文化古都，那有悠久的历史。这个龙舟端午龙舟一向是非常重要的，除了民俗之外还有文化上的意义，更有宗教上护持的意义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龙舟点睛之后象征着龙舟比赛的季节要开始。那也希望各位大家在端午连假的时候，不要忘了来观赏最精彩的台南龙舟锦标赛。不仅有水上的龙舟，还有陆上的市集，还有更多的好朋友好玩的表演。好，那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。这次的龙船比赛5月27到31号在安平运河来举行。今年的参赛队伍高达121队，相信比赛一定是相当的精彩。开幕当天也有安排花舞团来表演，精彩又搁刺激。活动现场也有美食、龙德伞甲文创等单位，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。但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。